台北的后的和山那，伫主的名来的，拢得到学乐。伫至悬的和山那，咱三甲吟诗来学乐主，圣诗86首。威严君王骑驴进前，请起立。主，你是阮的拯救，是阮的关台。阮只有用诗歌来学乐你，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来向主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文56篇，约翰福音第1章。启用文56篇，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点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迄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都真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
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咱三甲来祈祷，主啊，阮谦卑来到你的殿，你认罪，有时阮的心硬，无认罪，无用温柔来接待人。求主赦免阮，使阮有温柔体贴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好，有基督耶稣的心做阮的心。阮伫你的保守看顾，经过一礼拜，兄弟三甲来到圣殿，来学乐敬拜你的圣名。这个礼拜日是中秋主日，阮欢喜举着中秋旗，迎接和平人君耶稣基督来到。阮感谢主，你赐阮耶稣基督，阮借着耶稣的宝血，洗清阮的污秽拉残。互阮清气，做伫赦免，成做新造的人。阮众人伫耶稣的救赎中，才会当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称主是阮的爸、阿爸爸。主，你所设立的固定教会，伫你保守看顾内面，伫6月2日，设教69年，求主继续保守固定教会，伫牧师甲正当工为着设教70周年的事工备办的时，求主保守当工手中所做一切工，无空空着活，一切荣耀归乎主。阮祈求主伫世界混乱的时，求主安静阮的心，引带阮继续追求主家是的真理。阮会祈祷，若有得罪你的，求你赦免；若有合你旨意的，求你成。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咱三甲来看耶稣的事迹，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第12节到19节。约翰福音12章12节，隔日有济济不济的人已经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就举中秋旗出去迎接伊，就讲何塞那，奉主的名来的就是以色列的王，愿伊得到呵乐。耶稣得到一只小只驴仔骑伊，亲像圣经所记载，顺城的查某囝无得惊，你的王来啦，骑驴仔囝，学生起头未明这个事，到耶稣已经得到阳光的时，才记得有记载这个事之意。耶人果然对伊行这个事。当耶稣叫列撒勒出亡，互伊对死人中搁活的时，甲伊伫地的证人做见证。对安尼，证人去迎接伊，因为听见伊有行这个新日，发离世人三甲讲，可见恁拢无采工，恁看通世间拢去对伊啦。愿主赐福听谈伊的话的人，咱即时请圣乐队学乐。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阿乐上帝的诗歌真好听，也提醒咱用咱的性命、甲咱的信仰来归荣光给上帝。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伫咱分享今仔日的信息进前，请咱同心来祈祷。分别教会最圣的上帝，我用欢喜来到你的面前，追求你的真理，恳求你的圣心，也充满伫阮众人的中间，提醒阮的敬拜，是我靠阮的诚实，甲我靠圣神的同在。也愿意用你的话语坚固你所听的教诲，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带领，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中秋主日对教会来讲吼，对天主教会一直到现代的改革中之后的新教教会吼，有咧伫教会节期内面吼，有特别掠中秋主日来做信仰甲灵修的反省吼。确实，伫主日的时吼，我伫细汉主日的时吼，大概若是听着讲即礼拜是中秋节吼，中秋主日吼，敢心情就是足欢喜的，足欢喜吼，因为要迎接耶稣进入孙城吼，孙城是台语吼，就是耶路撒冷吼，即个圣城吼。小时候你们有待过儿童主日学，是不是会觉得这是一个荣耀、开心的日子啊？是吧？因为我们要送耶稣去死，对不对？大家吓坏，真的刚刚不小心那个要准备休眠，我就马上醒过来，被牧师吓死了哈。确实，当咱伫信仰的内底开始咧思考中秋主日的时阵，有搁较深的提醒伫咱的生命内面。所以今仔日主题我号名叫做，这是要讲互啥听的阿门。这是要讲互啥听的阿门呐。伫今仔日约翰福音，约翰记录耶稣入孙城，吼。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吼，孙城。伫遮咱会看有着群众的啥欢呼，有无？唱和散那，对无？但是我的题目其实无伫通篇今仔日的经节内面出现。今仔日我们有看到经节里面有讲起着阿门两个字吗？有吗？照理说文字是看不到，对不对？但是是安怎牧师怪一定要来讲，这是一个阿门的意思吼。我要先来讲起着群众的欢呼吼，群众举中秋旗吼，伫咧欢呼吼，甚至是讲起着和散那奉主的名来的，就是以色列的王啊！这个是群众共同的欢呼。你有参加过迄夹街头无？有吼，台湾吼应该算是还蛮有机会吼，至少参加过一次，对不对？好歹什么反核也有参加过嘛吼。你如果不是参加其他政治立场，你未去进前，你就知影要喊什么口号啊，对无？敢有？通常吼，咱拢是参加伫迄游行的队伍内底了啊，看头前的人喊声了啊，咱才安怎？我很认同，对不对？一起喊，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伫咧游行的时阵吼，参加的人可能也都没有意识吼，毋过可能认同这个议题，总是参与着队伍之后，发现着哇！这个话有道理呀，所以我的对咧话，很正常吧？好，我有把你们带入这个情境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影吼，耶稣入孙城的时阵吼，一定有人安怎先话讲和散那，奉主的名来是应当安怎？是以色列的王啊，对不对？
一定有人这样喊啊，所以其他的人听到会说什么？我反对，这样吗？没有，开始发现哦，我也认同哦。所以阿们伫咱信用的内面，迄是什么意思？诚心所愿，我嘛表示我伫信用内底安怎认同甲肯定你所讲的意思。你们有过那个服侍同工吼，互师同工伫面顶祈祷的时阵吼，你做无想要阿们的无？啊？哇塞，那真正是圣神的感动甲大呢。我有回想，我大概咧想讲要不要说阿们的时候，我这样回想我对细汉吼到大汉，其实我并没有每一个带领者的祷告，我都会想要说阿们。但是因为吼，伫迄个教会的训练甲中大的环境内面吼，无讲阿们敢若怪怪，你们会有这个心情吗？好，无讲阿们敢若怪怪吼。大部分我嘛真肯定，圣神是确实是工作伫咱的中间吼来带领咱。但我真心来思考，我所领受的，我嘛爱真诚是讲，无拄拄好，逐顿我拢会开嘴讲阿们。嘿，我这个是我很诚实甲大家分享的吼。重点毋是反对，重点是有淡薄仔所在可能搁爱思考的。所以当恁了解阿们是这个意思，是认同，是伫信用的群体会当认同了后，对咧做、对咧画的时阵，你们有感受到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力量吗？有感受到了吗？有感受到？随梦约翰敢若短短安尼写着。众人也张手机出去迎接伊，叫讲：何塞那奉主的名来的，就是以色列王。万一得到欧肉，他们的口号就是这3句话，就是这3句话。但是我伫遮，我要提问是，这个话是要讲给什么人听的？我要提问，伫信用的反省甲思考内面，我要问，这个话是话给什么人听的？咱对这点来做开始，做咱中秋主日信用的反省吼。这个是我伫咧备班中秋主日的时阵，灵修的时阵反省的。我认为约翰伫遮留下这个问题，互读圣经的人去看到这2当外前，2000当以前的一个情景，来咧提问。教会搭一时，犹原是甲2000多年前遮个人所画的同款的意思吗？何塞那奉主的名来，就是以色列王。咱来思考，伫咱喙中咧讲起着阿们，心内毋望上帝会工作的时阵，咱的阿们是要讲互什么人听的？中秋节吼，我讲吼，咱伫教会来成长甲学习的时阵，都会以为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节日吼。其实这个是后来教会吼发展出来的一个宗属主日吼。当咱即马咧思考中秋主日吼，甲迄当时的犹太人吼，举中秋节吼。意义很不一样哦，意义很不一样。我先解释吼，是安怎因会提中秋节吼？中秋节是伫犹太人的文化甲因的民族的内面吼，表明这是因民族的胜利甲讨棒吼。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一个脉络吼？是有原因的，因为伫主前吼，167年到160年的时候，方慧杰在笑，我不是在讲主政长朱景。马加比革命的这一段时期其实犹太民众他们其实自己有武装起义。
迄当时统治这个土地的帝国叫做塞琉古帝国哈，还不是希腊罗马帝国哈，所以因迄当时是被希腊化统治的一个殖民地，所以马加比这个家族哈，就讲袂使，咱袂让安尼吼，因为咱是犹太民族吼，咱希伯来人吼，咱传承上帝的调面甲应允吼，我们怎么可以被希腊文化同化呢？咱一定要保持咱家己的什么？咱家己的宗教信仰，咱家己的民族，咱家己的语言，咱家己的文化。所以，其实历世历代对南北两国被攻灭完之后的以色列人哈，都是次等公民啊。我讲次等可能是对的，讲公民还不一定准确，就是奴隶呢，可能比次等还要更低阶的奴隶呀、奴隶哈。所以他们重新被本来上帝互因家己有家己的王国吼的大卫王朝安尼吼，叫没想到什么，就是无遵探上帝的旨意吼，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瞬间掉到人类的排序里面的最低等，一路往上爬吼，爬到被殖民者，然后爬到次等公民，然后有朝一日想要安怎拿回自己民族的主权。我们犹太人要家己做王吼，要家己统治家己的人吼，确实。塞琉古帝国就是现代的哪里？不是现代的哪里？这个帝国已经被希腊罗马消灭了，消灭了。已经没有这个。无啊，这2000多当进前吼 ，BC 就是主前吼，主前160几当以前吼。好。礼拜结束后，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呵。那现在就变成什么？现在吗？现在这个国家的位置。没啊。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哦，地方哦，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统治的这个地方吼，土耳其这边吼。你们真的是考我地理吼，考我地理历史。我来讲，我对圣经的历史甲地理吼，可能比对台湾的历史甲地理更较熟。这是咱台湾的教育的，唔知是成功还是失败吼。好，所以他们有没有过那个自己统治过自己的国家？是有的。所以迄当时因革命成功了，他们用那个时候摕樟树枝迎接我们犹大。要什么？我们复苏了哈，我们复兴了，我们恢复我们自己的国家哈，来加做因的记号。所以你要对这点的历史吼，知影讲是安怎？迄天耶稣要入城的时阵吼，这犹太人是摕什么？是摕樟树枝的吼，这因为这代表因犹太人赢过外国人啊，这是因庆祝的记号吼。所以伫耶稣入顺城的时阵，敬拜神话，和散那是什么意思？搭救你真救援，拯救我们吧，拯救我们吧！和散那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呢，而且还是音译哦，声音的音译哦，但呢。基督教会信徒吼，和散那画过来，佮袂记你伊的意思吼。每个字单独念吼，你都看得懂，组合在一起还不知道它的意思吼。所以你要想象哦，如果我是用意译的话，用意思来翻译的话，因这个口号现场喊的是什么？耶稣入顺城现场的口号喊的是什么？拯救我们吧，拯救我们吧！这个是直接的意思。这个是最直接的意思，对不？耶稣有一声无？群众夹道，拯救我们吧，拯救我们吧！耶稣干嘛？照样入城。所以对耶稣，你有这个情境的时阵吼，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牧师这么敢
取一个讲道的题目是在经文里面没有的。我要讲这么短的一个叙事，12到19节，我要问的，搞不好也是约翰要叫读圣经的人，伊咧对咱问的。这个阿们，这里的同心合意是话给什么人听的？是话给什么人听的？大部分咱基督教会拢真会去思考讲，这个百姓因所发的检采是毋望因会当脱离罗马帝国的政治会安怎统治，求耶稣来做王。互因会当脱离这个，搞不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耶稣用完就丢嘛。因为我们台湾人对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对不对？反正你就是来服务我们，因为人民最大。服务完我们之后，下一次选举我就再把你换掉，搞不好也是这个意思啊。第二个呢，搞不好不一定有期待耶稣要做多一点事情。你不只要拯救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你还要干嘛？恢复我国的荣耀，对不对？我犹太民族，我犹太国民的这个以色列国的荣耀，甚至可能还有更较深的期待是啥？你不只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你还要恢复我作为犹太民族的荣耀，你还要干嘛？你要做万年公仆啊！万年公仆，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啊？这是我自己自创的。你可以当公仆，但是你可以万年掌权，但是你是我的公仆。这个在2000多年前应该是没这个概念吼。你要好好服务阮，才会上帝的百姓，有没有？可能现场咧画这句话，何塞那的这的百姓对耶稣有无同款的期待？有没有可能是这3者中的其中一个？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全部或其中2者？搞不好也是有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迄句何塞那求你拯救啊，求你拯救我吼，这句话的呼喊拢是安怎？拢是要讲互家己心目中理想迄个王听的。其实我为什么会用公仆这个字因为那这人民来讲迄当时我相信伊嘛是安尼期待的啦。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民主政治不过伫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的身份顶面，其实他本身就是现代公仆的形象，对吧？这以色列的王，你要谦卑敬畏上帝，服务人民呐，坚固因的信用，这不是公仆的本质吗？对不对？所以对这的百姓，因所喊话的是啥？这位王啊，耶稣啊，阮知影你足敖的，不过你要真做阮心目中期待的王啊，阮是话给你听的，阮是话给你听的。你得爱安怎？你要履行这个义务吧？你是不是应该要履行这个义务？这何塞那求你拯救，到底是话给什么人听的？这是咱爱来思考的。结果呢，在约翰的笔下，场景一个转变，来到了什么？来到了耶稣14节耶稣得到一只小只驴，徛伊亲像圣经所记的。好，孙下的查某囝啊，无得惊，你的王来啊，徛驴仔囝。好，也是三句话就把它讲完了。约翰换了一个场景，那个镜头来到了耶稣的身上。好，耶稣基本上这段圣经在，伊讲亲像圣经所记的，就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伫遮有讲到预言将来迄位要来的迄位那个王是骑着驴驹来的，所以有3个形象有3句话来构成他的形象。讲你的王确实是来呀，伊是温柔的，伊徛着驴仔囝，
骑驴仔囝，小驴驹吼，小驴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头前遐个群众喊叫的哈是何塞纳，求你拯救，新来图像搭配着棕树枝，他都已经改水鬼，你们会知道他们是一个战胜者，一个征服者。但是亚稣有没有符合他们的呼喊？亚稣的形象并没有符合他们的呼喊，是安怎？因为骑着驴驹表示这个不是战车马兵。战马，伊是温柔的，伊毋是带着兵器来的。你的王来啊，确实有一个王者之姿，但是伊毋是要表现一个征服者的样式。这是一个非常冲突跟吊诡的一个画面吼，因为咱刚才会当读到文字吼，咱刚才会当读到文字，所以你会当想象伫迄个游行的队伍内面吼。众人所期盼跟呼喊的口号，结果出来的那一个 superstar 吼，形象完全跟口号喊的是不一样的，那个落差感吼，这个只能靠我们的想象。啊，当然因为是刚得，所以我要靠我的表达吼来帮助大家来思考吼。他们讲耶稣所回应的是什么？我要颠覆你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恁所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王是以色列的王吼，我要告诉你们，是有王者要来，但是不是征服者，是有一个国度上的改变，颠覆性的改变，但它不是透过战争武器、兵马，它是透过他的生命，他的温柔，他带着上帝的能力来到伫这中间，来到伫世间人中间来做改变吼！哇，这是一个非常人民会非常错愕的一个感受吼。伫这款的耶稣用伊的行动来表达上帝，个毋是照恁所画的安尼来临到的。那安尼是什么意思？耶稣他并没有要迎合什么？耶稣他并没有要迎合众人的什么？阿们，对吧？众人有一个齐声，我们要拿回我们的王权，我们要迎接我们的王者。但耶稣来，伊无要配合因，表示讲耶稣伫这个行动甲日常的方式的内面，安怎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上帝国，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拯救。所以，安尼正人咧画的阿门是啥物？耶稣要讲的阿门又搁是啥？对经文行到这，我们都还在干嘛？整理现场的画面哦，还没有一个答案哦。因为约翰他这个节奏也太快，两句话讲起着群众，两句话讲起着耶稣，结果现在一个场景，又来到哪里？16节学生，等下我会讲，那安尼学生的阿门是啥？而且互学生一个描述叫做啥？学生起头未明这个事。要到耶稣得到阳光的时，才会去记着过去耶稣有讲过。所以等一下，我们先把那个门徒拉出来，等一下再来讲门徒。讲了门徒了后，17节，结果又换到另外一个角色。哇！我跟你讲，你们如果执着看棕树主日12节到第19节，你糊弄就带过了。这里面有4种人的阿们咱来去看。17节又还插入了一个叙事，叫做耶稣安怎？当耶稣叫拿撒勒出门，互伊对死人中国外的时，甲伊伫第一种人最干净。嘿，这里出现了一个叙事，
叫做耶稣死，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这一个是极具关键的一个事件，是安怎？因为对耶稣叫拉撒路对死人中国啊迄条开始，就确定众人看见着耶稣的权柄，甲赢过死亡的溃烂。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说服力？甚至这个是台语汉字本。现在和合本修订版的描述第17节是说，众人只因为听过而已还没看过，只因为听过耶稣叫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就信了，就跟随了。你得让熊这个影响力跟这个事件扩及到那个层面有多大？所以众人的反应是，因为听见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因听见耶稣行这神迹，就什么样？欢迎伊来呀！欢迎伊来，来这哦，来这哦！你也当理解，想要众人有这个欢迎，拜托他都可以叫人从死人中复活，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推翻一个帝国做不到啊，重新建立政权做不到吗？他都可以叫人从死人中复活了，还有什么他做不来的？当然要欢迎他，这个来当王多厉害，对不对？你可以理解群众心理，就是即便只是听过，都愿意欢迎。好，接着场景又一转，好，所以这个众人因为听过呢。他们就起身说阿门。下一组人是谁？下一组人就是法利赛人。来，法利赛人上落尾一句话，法利赛人三角讲三角讲的意思是什么？自己人互相聊天三角讲法利赛人跟法利赛人讲，好，三角讲啥？可见恁拢无采讲，这是在讲什么？他们在往内互打，看得出来这往内互打，互相指责，不是啊？不是耶稣刚出来传道，他在扩及他的影响力的时候，不是叫你们去踢馆吗？叫问他圣经问题啊，表示你们这个圣经学者就是很废嘛，都讲不赢耶稣讲不赢耶稣这样子所以讲可见恁前所做拢无采讲啊。都没有成功拦阻耶稣的影响力跟魅力另看同世间拢去对伊啦，世界所有的同世间不是说，他就是说现在你看现在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都跑去跟随耶稣了。所以法利赛人因为无法度走动耶稣的影响力真正很沮丧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兄弟姐妹我经历这12节到19节12节到19节，其实短短才几节而已，对不对？这短短几节的棕树主日有多热闹啊！所以兄弟姐妹，棕树主日不是所有的人拢同心合一咧画和散那，同心咧画阿们那定呢。这里面至少有4群人的阿们，在这一天，这样你们能理解为什么我的讲道题目要定是说给谁听的阿们了吧？第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会是这4群人哪一种的阿们？这是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在这咱看到后面这2种人的反应，一个是迎接耶稣，一个是反对自己人。但是这个都是他们有志一同的心声群众有群众的心声，法利赛人内部有法利赛人内部的心声，这个都是他们的共识。有共识就会喊阿们的，知道？有共识就会喊阿们的，那边有喊他们的阿们，下面也有喊他们的阿们。不过这2款的反应，拢指出明白指出这2种人心里的阿们，拢是唔茫耶稣爱符合因心中的形象。他们的阿们是渴望这一切都要符合我自己的想望，而不是上帝所要的
其实你安尼看起来，正人的阿们敢有比法利赛人的阿们较好？不敢回答，没关系，你心里回答就好。我们一起做思考的锻炼。我个人认为，正人即时的阿们，并无比法利赛人的阿们更较好的原因是，因为当咱真足看入去，不是喊和撒那就是好的啊。因为这的人，后来的阿们对和撒那求你拯救，变成后来的阿们叫做钉他十字架。兄弟姐妹，在行动、话语、口号上面，都是群众有志一同的阿们呢。前是迎接伊，前是求救伊、拯救咱，后边的阿们是的定义是一个吧，是吧？这种阿们有比较好吗？这种阿们恐不恐怖啊？刚刚有一个群体的阿们，我还没有说明到，是门徒，门徒也有他们的阿们。我觉得约翰对门徒比较好啦，因为伊后来在记载的时候，他用剧透的方式先帮门徒铺了个梗，讲大先吼，这个学生安怎无明白这个代志。啊，等到耶稣得到阳光了后，伊才想起来，哇，原来这个代志是指着耶稣说的吼，算是帮门徒开了一个什么善意的门吼，比较没有骂的那么惨，对不对？好，他们就是中间嘛，中间理性那什么，那个好，算，没有，我们在形容政治立场中立派，那个叫什么？墙头草啊，太过分了。好了，就是有一个什么中立理性，好，不要岔，不要歪楼，拉回来哈，他们就是中间立场的人哈。看起来这个时候是中间立场，其实因透过时间哈，久长的时间了后，这学生反应就跟门徒不一样。这学生反应跟群众不一样，学生就是门徒啊，对。好，这门徒反应跟群众不一样，群众是一开始画和散那，后来画定义是一个阿们。这学生大先无明白，不过后来安怎看清楚啊？好，看清楚啊，好，的领受吼。伫这虽然他们不是第一时间就会当领受耶稣的阳光甲伊所要做的代志。但是，咱嘛当对约翰的笔下看到一件事：上亲近耶稣的人，无拄拄啊好，上认捌伊啊。靠耶稣最近的学生，看最多神迹奇事的学生，不一定是看最懂的那一个。但检测可能。这个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检测若是换做是咱有可能是迄当时的法利赛人，嘛无一定，或者咱也有可能是遐个群众，嘛是真有可能的。我想落尾要用这段经文来勉励勉励教会吼兄弟姊妹。当咱看见伫这个场景2000多当的时阵，竟然提张手机画和散那，这个是他们的阿们。但现在教会，我要邀请咱思考了后，互圣神来提醒，将咱的阿们讲互真正的王来听，好不？把阿们说给真正的王听呐，不要说给自己想象中的王听。是要说给真正的王来听。真正的王，伊的阿们是啥物？耶稣的阿们是什么？伊带来十字架，伊带来舍己放下家己的性命，放下家己的性命，伊带来受苦的义上。
当这是耶稣的阿门的时阵，教会，你敢有想要对耶稣坐声讲阿门？当耶稣亲身甲教会讲信用应该是生做什么款的时阵，信用毋是你家己欢喜、爽快、舒适的信用，是会背白。有当时说不清楚，有时候当下你没办法下决定，但是你愿意相信是上帝咧掌管的事。你的性命愿意对耶稣讲阿门吗？当耶稣呼召教会的性命的时，呼召性命是什么意思？上直接最有意境的跟意象的一个歌词吼，伫圣诗88首的内面，迄首诗歌用5节。但是4句话来问起教会，讲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主会受杀的时，伊咧痛苦的时，教会你愿意伫遐无？主埋葬迄时，互咱感觉到敢若绝望啊，进入黑暗的。但教会，你犹原伫遐吗？后礼拜是歌活节的主日，主也想要问教会讲：当伊触摸歌活的时，教会，你敢有伫遐？耶稣呼召教会的性命的时，咱的回应是啥？咱敢愿意伫遐？迄敢是咱的阿门？这才是主要邀请教会、邀请军队伊的人斟酌去思考的代志。甲阿门讲互真正会往来听。我头拄讲起着，伫这短短经文内面有4款的阿门。群众的阿门是要耶稣听因的话，做一个征服者，做一个让我们犹太民族得到光荣的征服者吧。这是群众的阿门。门徒的阿门是因无明白，但是因愿意继续听候，直到看见耶稣得到荣光的时，来为伊做见证。法利赛人的阿门是因阻挡无法度阻挡耶稣的影响力，所以因安怎？我就计划除灭他。既然我阻挡不了他的影响力，我就除掉他的存在。这是法利赛人的阿门。耶稣的阿门颠覆所有人的想象，是就算讲家己要付出性命的代价，也愿意成就上帝救恩的计划。兄弟姊妹，教会伫中秋主日，我们是不是手拿棕树枝，心里赞美吟唱，求你拯救？那个和撒那在你心中应该是什么图像？应该是什么意义呢？嘛，伫今仔日的主日，咱咧做伙咧纪念耶稣入巡城的内面，互咱心内要吟唱和撒那，要坐声讲阿门的时阵，我们是跟过去的以色列人喊的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即便我们讲的也是和撒那，即便我们讲的是阿门，但是我们的阿门是说给真正的王听的。教会是伫圣神的帮助的下面，甲耶稣的性命坐声讲阿门的。原教会所讲的阿门是甲主同心合意的，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恳求你赦免阮常常将阿门讲互家己的期待，讲互家己的祈祷来听，毋是照你的心意甲你的感动。求你赦免阮，但是阮也感谢，透过今仔日的反省，求你调整阮的心，互阮会当真正认捌耶稣，你是一位温柔、
但是你是有气来行往十字架的君王，互阮的阿们，互阮的齐声甲俄罗诚做顺服耶稣的记号甲声音，愿阮的俄罗，愿阮的和散那，是耶主，你真是最愿性命的王。衷心感谢基督，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用新的改名回应上帝的恩典，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三甲来吟圣诗178首，圣诗178首，咱请起立。有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让我一心感受你回热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让我一心感受你回热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是阮属乎，求主你用信心来是阮属乎，求主你用信心来是阮属乎，求主你用信心来是阮属乎，让我一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是去体验信心好爱，让我一心感受。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真爱。兄弟姊妹，伫中秋节的时阵，是安怎我要特别敬这首圣诗嘞？因为我就是怕你们听了跟法利赛人一样沮丧，你知道吗？兄弟姊妹，我们是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我们是有反省能力的教会，我们是可以面对错误、修正跟成长的教会。这个真做上帝放伫现在教会的快乐跟平安呐，是吧？你们得练习，不是听到指责或者是纠正的话语之后就丧失信心，反而是要在我们的祈祷，反而是要在我们的歌唱里面感受到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教会。兄弟姊妹，你是有上帝的教会，你们知道吧？知道吧？知道。给我一点平安，好不好？我们要用平安的心，我们也相信上帝的圣灵已经提醒了我们，我们也愿意为将来为主做见证的每一个日子来努力生活。咱来用欢喜感谢懊恼的心来吟唱这首诗歌，咱对头来唱一遍。求主你用清晰。
我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让我一心感受你火热主爱，有你的充满心内，让我一心感受你火热的主爱，求主仁爱充满心内，求主用你诚心来使阮舒服，求主你用诚心来使阮舒服，求主你用诚心来使阮舒服，求主你用诚心来使阮舒服，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体验真心好爱，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体验真心好爱，求主你用信心来找我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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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仁爱，我真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仁爱。请坐，即时奉献。亲爱的主，伫纪念你入城的日子，阮要反省阮家己，阮将家己的意思悬过你的旨意。伫你为阮众人行伫受苦路途的时，也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谦卑，甲你同行十字架的路。你用同价赎回阮，阮无通用啥物来报答你。总是你若愿意，求圣神帮助阮，献上阮家己，互你使用。祈祷是靠救赎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报告大省吼，咱有新朋友无？无，咱先来行平安礼。咱唱两届吼，第二届的时阵，甲你的四周围的兄弟的手，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以你来迷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甲你的手挥挥手。
咱来看周报，咱先来看今仔日本周的金句。咱先用台语一摆，啊，搁华语一摆。先用台语，学生起头未明这个事，到耶稣已经得到阳光的时，才记得有记载这个事之意。也人果然对伊行这个事。约翰福音12章12节，华语门徒当初不明白这些事。等耶稣得了荣耀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他写的，并且人们果然对他做了这些事。约翰福音12章16节，咱来报告。第一，甲主同行苦路，大斋戒期是又称为预苦期，是各外节拄去主日的40日。今仔日是大斋节期，咱这回是对2月18到4月初2，这是一段克己节制甲悔改的节期。咱要请兄姐伫这段时间来灵修、来反思、来祈祷。甲耶稣同行受苦的路，佮迎旨，佮外主教要来到，咱建议有读经的灵修，伫面顶遮有读经的进度，咱会使来看。第二，中秋主日，咱同声来宣告，奉主名来的王应该着称颂。咱做阵来念一解，奉主名来的王应该着称颂。这毋是一份荣耀的迎接这搁较是一个灵魂的省察。咱要放下咱家己做大附加的敬拜，诚实来基督来拆开咱的心，来预备军地，并且一步一步来十字架来行。伫受难周的前。咱要来悔改，咱要来相信，伊的受难是为着深爱甲救赎咱，伊的国活是为咱永远无变的望。第三，咱联合受难礼拜，要伫4月初3拜5暗7点，地点伫古亭。联合的教会有古亭教会、和平教会。公馆教会、六张犁教会、师大中青、台北原住民大专中心要来联合服侍，请大家来备办心参加，内容伫家己来看第4点，国外主日伫后礼拜有国外主日礼拜。并且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姐备办心。第5点，廖牧师娘生日感恩礼拜，伫4月11号拜六下晡3点，廖牧师娘90岁的生日感恩礼拜，伫本堂的礼拜堂来举行，请要参加的兄姐伫公布栏来登记。第6点，咱顶半年的野外礼拜，伫5月24要到大溪来做野外礼拜。伫顶部8点要对教会来出发。内容甲行程，请咱家己来看注意。共款伫公布栏来填写报名，并且将你的报名费交予玉珍执事甲绿建干事。礼拜组的资讯公告伫第2季的服侍表已经放伫招待桌，若有服侍的同工，请你家己来摕。教会为着影音甲一寡工程有做一个专款，面顶有来详细解释，请咱来注意来看。甲具体的一部分是
7星中会事务副工部举办信仰的生活营，伫4月14号拜二，顶晡9点半到12点，伫双连教会主题是如何唤醒魅力优雅的形象。互咱欢迎兄弟会当来咱的会长来报名。即时讲到咱请牧师。而且我要来鼓励吼，咱亚瓦礼拜吼，一个人200块，这个不是全额哦，是一个人只是负担200块，其他的部分教会来负担吼，6岁以下教会全部来负责吼，所以要鼓励兄弟姊妹吼，你不要把野外礼拜当作是一个负担呐。要当作吼是一个当工好教会的同工预备给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高培到丁，这会敬拜上帝的时间吼，就有别于我们例行性的每个礼拜天的时间到丁的奉献吼，所以伫这中间虽然你可能会烦恼讲我的身躯无方便出入无方便，但是嘛邀请你吼，会当互教会服务你的一个机会吼，互你感受到，其实我们是有彼此相爱的能力吼，就透过咱做伙来参与亚瓦礼拜吼，会当来经验。伫4月初3暗时，4月3号晚上吼，这是咱高雄教会真久以来吼，第一遍甲其他的教会甲单位做伙联合的礼拜吼，做伙设计。即摆的设计是咱高雄教会主要来设计吼，互邀请各教会来参与。所以这天吼，这天是连假。这天是连假，你们知道吗？连假的第一天吼，你若无回去陪梦的话吼，毋忙邀请吼兄弟姊妹拨时间吼来纪念耶稣为咱的性命所做的代志吼。好，咱一时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心帮助阮的祈祷，互阮的阿们，互阮的坐声是讲互上帝你听的。主，阮恳求你，顾量阮肉体的有限甲软弱，但是主啊，阮打只是愿意将阮交托伫主的手中，互阮的性命成做主你的器皿，互阮的所做，互阮活的一切，是合伫主你的旨意的。主啊，你邀请阮的性命跟对你，虽然阮的心会着惊，阮惊死，阮惊艰苦。阮惊阮的疼心无够野，阮惊阮的资源有限。主啊，阮实在是着惊你的呼召，但是阮打即时阮也知，是你的开来咧帮助阮，所以阮会当免惊。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阮的性命、阮的信仰甲阮的生活，交托伫你的稳定的内面，求你用你永远无变的疼来扶持阮，互阮有信心。即便爱心不够，我们仍然愿意爱；即便力量不够，我们仍然愿意付出；即便信心不够，我们仍然愿意持续相信。主，是因为你是通瓦靠的，你是阮会当祈祷的迄位。将阮的兄弟姊妹、阮的教会、阮的家庭、阮的国家摆在你的面前，做伫阮心内所要讲的话，主你拢知，求你欢喜接纳，合你旨意的求你成，无合你旨意的求你怜悯赦免。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同心来唱落尾的圣诗，上用的诗歌，请起立来吟。伫恁的生命内面，着爱常常会记得真正的王、真正的主来讲阿门，因为恁是有一位通信、通瓦靠的主伫恁的生命的内底，不要太过害怕，靠着耶稣，勇敢活出属上帝荣光的生命吧。阿门是你的信仰告白，阿门是你的日常生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你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愿上帝赐恁平安。